今年嘅健康博覽咧，Cut Antigo 藥解咧係主角嚟嘅。睇下依條柱你就知啦，都有好多嘅心意卡。事實上呢，佢係幫咗好多嘅人嘅，亦都係首隻利用網絡式嚟到去開發嘅。意思係咩呢？同時可以針對就係你殘餘留喺你身體入邊嘅病毒，有炎症咧，亦都係提升你嘅免疫力㗎。藥解 Antigo 幫咗我，亦都幫咗好多人。嚟緊希望都幫到你。咳到好攰，咳到好辛苦，咳到好尷尬。Antigo 藥解，天然草本，無西藥成分，極速止咳，3日見效。藥解大賺，全線發售。